另外，我上一個 story 都講緊咖啡係點樣可以有呢個抗炎，咁佢其中佢裏邊有2個合成物咧，係可以幫助到我減低抗炎。台灣有幾個醫生都講緊，亦都證實咗，就高達46%，因人而異啦。咁我會覺得淨係咖啡咧係冇用，生活習慣先至係你最緊要。咁2種合成物直接煮啦，可以有 filter 啦。咁我哋嘅份量我先前都講，每一日需要2杯，每杯要180ml以上。咁如果有前列腺、尿頻或者膀胱有問題嘅人啦，咖啡你就可以唔需要再立啦。但係當然你可以嘗試分開早晚各一，反而咧你 focus 喺綠茶啦、冷泡啦2種合成物，佢係有助降低癌細胞或者腫瘤裏邊嘅血管增生。點解會令到癌細胞血管增生？係就係因為我哋供養嘅養分，前期咧癌細胞咧點解會擴大或者越嚟越大？就係因為我哋俾咗好多養分去吸食我哋身體上面嘅營養，所以咧我哋要阻截咗佢個血管增生，就可以減低你嘅數字，就唔會一路飆升落去。至於嗰2種合成物唔可以有 filter 啦，係直接煮啦，手沖啊，咖啡包咧包上面嗰啲字咧會同你 fill 走晒嗰啲合成物，咁所以我會建議大家喺屋企做嘅買隻好少少嘅蘇爾豆啦，用土耳其式嘅煮法啦，咁就可以完全幫到你每一日咁飲。試試順帶一提啦，揾做咖啡嘅你或者賣咖啡豆嘅你，好希望可以坐低同你傾下，希望一杯咖啡咧可以喚醒到我哋2025年有一班真係好後生但係又唔小心得到呢個病嘅人，喚醒到飲食背後今日2025年以外嘅迷思咧，由一杯咖啡嘅開始。目的唔多，2個，1 for 你哋，2 for 一班病患者，好嘛？我哋坐低傾下。